第四集，沙加、阿茲曼、庫察伊拉、烏姆蓋曼四個酋長國，四個完全不同嘅故事，佢哋都唔係杜拜。如果你一直用杜拜嘅角度去睇佢哋，你哋可能會錯過最有趣嘅地方。開始之前，先講一個重點，呢四個酋長國其實唔係互相競爭，更加唔係同杜拜競爭，佢哋分別代表住唔同嘅風險回報同埋流動性。沙加唔係阿茲曼、庫察伊拉，亦都唔係烏姆蓋曼，所以真正嘅問題從來唔係邊個最好，而係邊一個最適合你自己嘅資金配置同投資目標。沙加首先要理解一點，大部分喺沙加買樓嘅人其實並唔係傳統意義上嘅投資者，佢哋可能係自住嘅業主，或者係服務緊一班因為預算問題而唔選擇杜拜嘅租客。而呢個唔係缺點，呢個正正係沙加嘅市場定位。大約4%嘅回報率，其實已經講緊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呢度嘅需求主要係由終端嘅用家推動，而唔係追求高回報嘅資金投資。租金水平反映嘅更加多係家庭嘅負擔能力，而唔係資本市場嘅期望。不過沙加有一個優勢，就係成交量。2025年超過33000宗交易，呢個代表市場係有深度嘅，可以買得到，亦都買得到。真正值得考慮思考嘅問題係，當市場上有其他選擇嘅時候，呢個回報係咪足以支持你嘅資金配置？如果你係長期居民，或者係每日返杜拜返工嘅家庭，呢個答案好多時都係肯定嘅。但如果你係追求有更高嘅回報，或者更強嘅資本增值，沙加未必係最合適你嘅市場。阿茲曼，當好多投資者第一次睇到呢組數字，都會問同一個問題：如果係全阿聯酋入場門檻最低嘅市場，都可以做到接近8厘嘅租金回報率，點解唔係人人都去買？原因其實唔複雜。阿茲曼未有杜拜嘅成熟基建、生活配套同埋市場嘅深度，所以當你見到更高回報率嘅同時，亦都接受較低嘅流動性同退場嘅彈性。阿茲曼嘅成交量同杜拜相比仍然有一段距離。如果有一日你想出售物業，而你面對嘅買家數量相對會少得多，呢種限制並唔會反映喺8厘嘅無回報率入邊。不過另一個事實同樣成立。如果你係一個有耐性嘅投資者，明白買樓收租嘅基本邏輯，亦願意持有7年甚至更長嘅時間，阿茲曼嘅租金回報確實係區內最吸引嘅其中之一。問題從來都唔係阿茲曼好唔好，而係呢種投資模式適唔適合你。庫察伊拉，關於呢個市場，我想直接同大家講，呢度嘅投資數據相當有限。我哋並冇好似杜拜甚至沙加嗰種具備深度嘅成交記錄，但我哋可以確認嘅係，庫察伊拉提供咗一種真正與眾不同嘅生活環境，背山面海，令人潮，一種其他任何酋長國都無法複製嘅生活節奏。而佢現時嘅中低價格水平，亦正正反映咗呢個市場仍然處於相當早期嘅發展階段。如果你係為咗生活方式而買入，無論係自住定係吸引追求自然環境同慢活節奏嘅租客，呢度確實有佢嘅吸引力。但如果你買樓純粹係為咗財務回報，而且需要強而有力嘅數據去支撐你嘅決定，呢個市場到目前為止仲未可以俾到呢樣嘢。值得留意嘅，但唔好急住入市。烏姆蓋曼呢個仍然係阿聯酋最具探索性嘅市場之一。不過同幾年前相比，一個更清晰嘅投資故事開始慢慢浮現。政府推動嘅發展規劃，加上 Sobha、Sinai Island 呢類大型項目，正開始吸引一啲原本只關注杜拜同埋拉斯海馬嘅投資者。呢個吸引力其實唔難理解。大部分投資者認為烏姆蓋曼某程度上提供咗一個類似拉斯海馬嘅增長邏輯，相近嘅地理位置，但入場門檻明顯更低。不過市場階段仍然非常早期，成交數據有限，二手市場亦都有待建立。今日市場上好多樂觀嘅預期，其實仲有未經歷過一個完整經濟週期嘅考驗。呢個並唔代表個投資邏輯係錯，但佢代表住一件事：投資者現時所面對嘅不確定性仍然比已知嘅更多。如果你擁有非常長嘅投資時間軸，並願意用一小部分嘅資金去配置一個高風險但潛在回報率未知嘅機會，
烏姆蓋曼確實係一個值得留意嘅市場，但如果你需要嘅係穩定現金流，或者希望短期內可以靈活退場，呢個市場未必合適你。對於大部分投資者講，內心仍然可能係目前最有價值嘅資產。將4個酋長國放埋一齊睇，大家睇呢個圖表要睇整體嘅規律，而唔係單純睇每一格嘅數字。亞士曼俾到你最高嘅租金回報率，但流動性只有3升。沙加擁有4個市場之中最好嘅流動性，但同時亦係回報率最低嘅一個。至於富察伊拉同烏姆蓋曼，無論喺流動性定係市場嘅成熟度方面，仍然處於非常早期。但相對地，佢哋亦都提供咗全亞聯酋最低嘅入場門檻。你會發現冇任何一個市場可以喺所有方面同時佔優。但呢個絕對唔係巧合，呢個正正係市場運作嘅基本邏輯。權衡同取捨先至係真正嘅重點。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邊個市場最好，而係你願意接受邊一種取捨，以及你嘅投資時間、對流動性嘅需求同埋風險承受能力，係咪真正匹配緊你考慮緊嘅市場？後總結，呢4個市場根本冇一個想成為杜拜，而事實上，如果你一開始用杜拜嘅標準去衡量佢哋，本身已經係一個錯誤嘅出發點。沙加服務嘅係以自住需求為主嘅用家市場，亞士曼服務嘅係願意接受較低退場靈活性嘅收租投資者，富察伊拉服務嘅係重視生活方式多於短期財務回報嘅買家，而烏姆蓋曼服務嘅係願意用少部分資金去捕捉早期機會嘅長線投資者。每一種模式其實都有佢完全成立嘅投資邏輯。真正需要小心嘅，從來唔係市場本身，而係你因為一個好吸引嘅數字就急於做出決定，卻從來冇真正理解背後嘅流動性、實際租務需求同埋自己未來嘅退場計劃。了解市場，了解自己，然後再作出決定。階段7個酋長國，7種截然不同嘅市場邏輯正式完成。喺第一季，我哋集中去理解亞聯酋7個酋長國之間嘅核心差異。但當你了解完所有市場之後，下一個問題自然就會出現：究竟邊個市場先真正適合你資金同投資目標？而答案往往唔係只係睇回報率。第二季開始，我哋將會將焦點完全放喺投資結果之上。第5集，事情將會變得更加有趣，因為我哋要直接面對一個投資者最終要面對嘅問題——流動性。由杜拜、阿布扎比去到拉斯海馬，當你真正想攞返自己筆錢嘅時候，實際上究竟會發生咩事？邊個市場可以令你更加容易離場？邊個市場需要更多耐性？邊個市場可能會比你想象中需要更長時間？下集見。大家想留意更多，記住 subscribe 同埋 like。下集見。